3個跡象說明你有童年創傷，但係你一啲都唔為意。如果你越早發現嘅話，呢個結就可以越早解開。第一，你係咪長期處於一種好深嘅焦慮裡面呢？即係話無論而家幾平靜，你個腦都會自動覺得冇理由咁順利嘅喎，一定有啲衰嘅嘢咧會發生嘅。如果細個嘅時候你嘅家庭成長環境係好唔穩定嘅話，可能父母上一秒仲喺度笑緊，下一秒突然間就發嬲，你嘅神經系統咧就會長期習慣咗一個備戰嘅狀態，覺得放鬆係一種危險，所以永遠咧都要諗到最壞先係一個安全感。第二，你係咪一個人肉探測器呢？可能身邊嘅人皺一皺眉頭，或者可能覆你嘅 message 慢少少，你個心都會嚟一嚟諗，死啦，係咪我激嬲咗佢呢？係咪我做錯嘢呢？呢一種嘅過度警覺，其實往往係細個嘅時候，可能你係需要透過呢一種嘅眉頭眼額嘅觀察，去滿足你父母嘅需求，而你習慣咗忽略咗自己嘅感受，不斷想要優先去照顧好人哋嘅情緒。第三，亦都係最後一個，你心裏面係咪住咗一個好惡嘅法官呢？做得好對你嚟講好似係一個應份嘅事，做錯少少嘢就瘋狂咁樣自責鬧自己，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做得好差。其實呢個通常都係源自於童年嘅時候，你係有條件嘅愛，你一定要表現到好完美好聽話先會值得被愛。慢慢地呢啲父母批評嘅聲音已經內化變成咗你自己嘅心聲。我想同你講，呢啲反應係當年為咗保護你生存而嚟㗎。save 低呢條片，當情緒來襲嘅時候可以提醒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去辨別到自己嘅呢一啲創傷，或者需要知道點樣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嘅內在對話嘅話，下面留言先得，我會同你分享更加多。